今年因为调整连续假期哦，所以有6天都爱补上班、补上课，有一寡民众是真怨叹。甚至于今仔嘛公布明年，干那围炉暝前一天，各有清明，会来调整做年假，会看情形来补班补课。 今年因为连续假期甲补班有几哪个，休长假了后，就要上班6天，互民众开始思考，安尼敢真正好？除了年假佚佗定塞车，嘛有惯死敬红休假的人，感觉一礼拜上6天，颠倒忝。补班如果可以少一点的话，会比较好啦。一次上完班，不要在礼拜6的时候再补班，会比较不那么累。补班的话，其实对大人小孩其实体力都很累。办个时阵足欢喜的，啊，若要补班的时阵，就会足艰苦的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讲顺序就好啦。 因为今年有6个补班，引起部分民众怨叹。像今年过年后，直接拄着连续2个礼拜6拢爱补班，有人感觉足痛苦。今年补班日有6个，嘛有人怨叹收济。面对各界批评，行政院会今日讨论弹性调整休困的范围，甲即马应该弹性调整放假的纪念日也是节日，对8个减至2个，像双十、中秋就袂有年假。补班的规定嘛，对提早1礼拜拜6改做同礼拜，也是后1礼拜拜6，避免连续上6天。调整范围的部分呢，我们由现行所有纪念日、放假纪念日及节日，调整为除夕前1日以及儿童节及民族扫墓节。行政院表示，调整后，每年敢若2月初8、2到暝前一天是拄着拜四，需要伫2月17补班，其他的连续假期拢无需要补班。每年的补班敢若1个。另外，根据统计，未来5冬除了115年无需要调整休困假补班，其他的年度嘛只需要调整1届，互大家免阁为着补班受济伤脑筋。记者伫个文春准由台北仓报道。